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敏，欢迎收看《福气来的》。其实我哋身边有几多位沙菲支持内容，譬如讲我哋专门做保卫的西汉的烘焙坊，还有专门的洗茶的阳光洗车中心。其实一度沙菲支持内容最主要的，如果希望可以听从我哋一度弱势的小朋友，可以入去沙菲工作，伊能可以做些学习家。你今日邀请到的2.5岁，我哋係劉媽媽，伊都帶領了一群智障的生人呢，伊哋訓練伊哋可以做清潔，可以做整理的工作，真實可以做些學習家。你今日分享我哋劉媽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女僕2年級，大家人可以喊我劉媽媽。劉媽媽，我想請問一下吼，一般的人生人的畢業以後要去沙菲工作。好，伊就愛經過訓練啦，好，無如幾多嘅一種考試。佢從我哋嘅工作以前，你係咪話去訓練，無如伊哋準備嘅工作啊？我做理事長，我有訓練一批，但是佢係我哋有講，我哋也協會有講，我哋要做乜嘅事來幫助人哋生意咧？佢係我哋理監事，佢哋結果都講，我哋要資源回收，嚇。成本少唔驚啊講無人來同我哋需要嘅東西，都等於講我哋咧行銷，唔是做嘢方事情安尼。我嘅係做嘢資源回收，我都第一，我都訓練嘢生意咧，因為我希望講同我嘢訓練出去，下擺一條生意咧，可以去攞杯潛到nhiều條路。潛到nhiều條路咧，我哋生意第一點，都有時間咧觀念要比較正確，唔好講我哋都本身都安尼。好，咁我哋呢個遲到，所以佢喺我哋訓練我哋咧生意咧，一來到資源回收廠，我哋都愛結頓卡，好，也愛結頓卡是愛我哋家長愛配合，因為我哋生意以前唔成業多嘢，都等於頭不靠水要煮嘛吼，因為有安尼寫起嘅，都一天來整整人嘅時間啦來做事啊。所以也家長嘛真重要。佢想頭都唔講，像喺度生意嘅地方，聽人講去飛鼠場工作。咁你飛鼠場其實係伊哋佢唔係講安全嘅伊啲工作環境，譬如講伊哋可能有太嘅機具啦、紙嘅啦、天氣啦，咁唔係很容易去搞嗰條生意咧，係咪有一層一層嘅系統？無你講用嘅障礙過重嘅生意咧，都係做過強嘅工作，還是用嘅？你有安尼嘅分配冇？有，從我回鼠場。我要欣賞，我要搶欣賞，因為女總鋪有規定，嗬，一到生意都一啲欣賞，咁我哋都家長嘛，嗬，家長協會，所以我哋要遵守女總鋪嘅規定。差唔多一到生意都欣賞。五個生意都有一啲欣賞。停頓嚟夾入看。係停緊帶緊一啲欣賞帶緊也生意咧，都去做佢乜嘅事。也生意咧，也欣賞帶講個能力個唔好嘅生意咧，叫做負責，嗬，字都字簡單嘛，任嘅字，任嘛，係就係分類也字。廠家咧天氣也個重嘅，嗬，如果重嘅從平常一條啦，我哋工作人員都會聽數，我哋要數據記東西追過來，佢都一天讀嘅嘛，佢會聽數，我哋生意咧就到嗰條列咧。我哋會很記，但是我哋睇人欣賞一天頭嘅身邊。嗰時候你會根據生意嘅障礙嘅程度、障礙嘅程度，然後去提定分模區嘅工作，也肯定第一步，好把工作做分類。安尼，本身人咧唔會遇到咁嘅麻煩安全嘅事情安尼，所以我哋要欣賞一天我哋入來我哋要做欣賞，都一天我有一啲訓練。落去上課拿證書，咱可以來做我哋嘅欣賞。嗰時候你哋工作嘅時候同生意咧，因為伊哋咧長途無共樣嗬，障礙程度無共樣，能做分類。頭多人就講伊哋，佢從嚟講打卡，好蹲卡。做乜嘅生意你話打卡咯？因為喺同我有訓練係咧，萬一我喺公司啊，我要搶你啲生意嚟啊。咁公司他緊要要蹲卡嘛，嗬，要打卡嘛，所以第一班人哋都要打卡。咁你唔會希望講，可能佢講，我哋生意嘅團隊冇共樣，我哋一定每一班嘅生意，做乜我哋要團隊共樣嘅一啲制度咯。即係唔會要求講，他緊要用一啲個特別嘅方法嚟可能嚇。咁我都看法都團冇共樣，我都點樣講，我哋生意嚟會做，我訓練也生意咧，我唔會本人用那個有異樣的眼光來看人的生意，絕對唔係。
所以我要訓練我生意咧，我唔會講哦，去要求對方講啊，我讓來配合嘛，我絕對唔會要求安尼，我絕對來訓練我生意咧。哦，告訴人意思講，其實因為我哋沙飛一尺度亂嘅，你上班一定要準時，好一定要打卡。嗰時唔可能去騙人來配合我哋嘅生意咧，一定向我哋生意來訓練到，伊可以配合嘅沙飛。係錯，啊我親任咧，從我安尼我都同家條先生個家長講。也生日我8點上班，也唔係講7點55分來到呀，唔係要5分鐘可以先也做點。但是一到8點，我做點我都冇本嚟事啦，因為我是訓練人來工作，我唔係訓練人是做點，所以一點我都同家長哦，我同家長要求到親任安尼，因為我係冇任，我生日下擺冇合到出去工作啊。喺下擺老闆要安尼工作，本安尼，真是安尼冇辦啲生意可以存錢咧。其實媽唔係講唔哋啲生意咧係要求按樣，其實講唔見家按你嘅按樣嘅嗰種規定啊，其實其實對幾多人冇感覺到講哦，係咪要去打卡？係冇啊，可能我哋帶早餐喺個上班嘅地方食，從唔哋按你嘅要求係希望講生意嘅下擺第一。海外即係其他工作可以接受一點，聽一點提供沙飛一個現實嘅東西。所以我將一生意訓練安尼啊，我都同老闆正常人共樣，我每本人另眼看待。能做得多，我哋生意嘛做得多，但是我花時間攞個多來訓練一條生意咧。從花時間按度係最主要表我睇嚟啊，係咪啲人分工作分類，還是講教人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呢東西？看生意嘅情況來分，安尼生意咧，聊到生意咧吼，因為我哋咧家長聊到經濟都講冇，吼佢本身頭部卡都要做呢分類咧工作。所以佢一來到我哋都會從嘅個困難咧嗰條都本人咧。你啲基本能力嘅時間，如果比個困難嘅工作。對，係安尼佢咱有法都提升。下擺吼老闆有機會，我都一天從一條生意咧，都很推做。準備好嘅。係，我心裡我都有要做安尼準備。咁你講樣，我落緊我睇到下路呢，睇現實睇嘅照顧好生意咧，按到來到我哋現場嘅話。我唔會變樣嘅工作做，無論樣嘅訓練。我入邊咧，我也資源回收嘅最輕鬆，最好做到鹽嘅紙，鹽紙，因為叫創緊啲旅館啊，叫人見人分，提管旅館見人講分唔出，也紙都一天分得出，所以我都喺見嗱一啲用嘅，一啲藍嘅，我都專門都鹽也紙都好，把紙分出來，紙分出來，因為紙可以睇對方嘛，分出來。叫多我哋專門看紙嘅場所嘅，所以我也達到安尼講，生意咧用通要拉，所以我哋同人哋嘅做生意咧唔好看嘅資源回收啦吼，但是我感覺我生意頭家真少會感冒，因為佢當日咧用通量要拉，所以也後面都講冇安尼，咁小妹啊，呢個生意你有薪水冇？有薪水哦，因為我哋是自家做，我哋冇靠政府補助一點錢都冇，我哋自家做好來。做好來我要看我哋生意咧，我哋生意工作能力個好嘅都2個多錢，但是我也要看我一整日咧收入一多，一天唔拉，我一天了錢，我哋做我哋生一天了錢，但是我要對朋友。他感染嘅，如安尼小額捐款100、200，安尼捐入來幫安尼協會，咁安尼協會會做乜也錢來揼也就安尼，所以我做一項生，我都希望我的所得什麼收入都是要平衡。係啊，因為喺度一段生意嘅這個流汗有啲可能會點木者，得到一個薪水對生意嘅鼓勵係最大。有一擺我多好辦公室，今日多2000啦個生意咧都最不好的那一個情況最不好的。裝外櫃台嘅佢2000啦因為我哋用嘅薪水代幣，佢2多錢，我坐頭嘅攏係講基金本意，因為他沒有可以，佢都講佢2000。唔會講法係咪？唔會講法，我都講，我都係講，加唔嘢呀推冇，一摸咁冇啥，陪媽媽咪咯。佢都
我停啦，唔可能的生意我，嘿，但是佢嘛唔知啊幾多錢嘿，其實搞不好是500塊而已啊，唔過唔看佢嘛知啊幾錢，牛100啦，俺哋家中係講啊講，余市長，佢生2000去啊，佢生人嘅錢啊，會磨蝕，我講絕對唔會磨蝕。伊講啊，磨蝕咧，我講唔係磨蝕，生人真是嘅錢冇拿貴去磨蝕，唔來簽我，多見家，我唔是同佢講家中講俺哋生人嘅錢磨蝕，嘿，安尼，啊所以我都感覺，本件咧伊咧講啊，金牛頭也做些，啊薪水比用薪水推安尼推比，佢嘛真歡喜啊，佢嘛講啊，今日要賺錢，佢哋太鼓勵，嘿，我都感覺安尼，啊家中佢講嘅我都講，我唔係尊重人家中，啊尊重我生人咧，我生人咧，雖然我要了錢，但是我生人咧工作好嘅，長途好嘅，我嘛比人嘅幾萬人嚟多，安尼，我都感覺伊咧鼓勵啦，啊無做嘢咧。冇人我做啦，講一個攤餅都冇人我做些啦。其實一個生意呢係以前嘅話啦，可能路卡土，睇路卡了，冇工作，冇嗰個生意睇人什麼唔放心去做些。但是而家落入去自己以後，訓練伊哋去做，可能係最簡單嘅洗頭，冇根據伊哋嘅能力去做無同樣嘅能力嘅洗頭，但至少一定可以賺到錢。多多少少，伊就會證明講，有啲薪水可能少一點，唔可能少得到幾好，但是證明講伊哋自家睇下個沙比上面係有能力嘅，係有工作嘅能力嘅。我做安尼事情我就發現到安尼生意咧，雖然佢唔會講話，佢冇口語，唔過同安尼生意傾下叫嘅安尼生意會講，佢有一啲動作，安尼生意會第一講叫我做乜嘅，啊因為我都同佢看，啊佢講啊冇望人啦，啊用第一叫我做乜嘅啊？我啲啊，所以我都感覺講，今日嘛要用互動啦啊，今日有他們的天地，安尼我感覺安尼，我做安尼我感覺真有意義。好有意義係啊！其實幾多陸下有特殊教育嘅生意嘅家庭都提供，教只能可以教人，因為為幾多事情來做，為幾多人來過。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哋埋幾多個精彩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我哋呢屏東縣直轄區嘅前理事長劉媽媽。劉媽媽頭都講個按到訓練生意嘅故事吼，我有啲事情要問講，你當初我想要聽誰的生意呢？因為我有一啲安尼生意咧。你這個本身有啲安尼生意，很用誒，伊講出來安尼哈，還是講？我生意咧講出來是好好生意咧，而且是自由身。自由身。嘿，因為好高嘅設施。造成他意外腦傷，人變成安尼。因為我嘅家庭對我來講，我感覺我嘅家庭真幸福。不過以後有安尼生意咧，我真是我唔對我接受安尼生意咧。個我出去到尾要聽人講，很有安尼生意，如果我上輩子都做到壞事情，也輩子那麼有安尼生意咧。個有安尼生意咧，我冇都接受。我都會見大生意咧，因為自由落地嘛，成績真好，當然當好。但是以後發現安尼成績都全班咧最裡面，安尼我唔會接受，我唔會接受。而且我個性啊我如果人我都唔屬人咧個性安尼，所以嘅係生意咧不係大回事。以後因為功課落啊安尼嘅，古人我都冇生意咧。可是我其實這個唔係藝術上嘅係咪？唔係。但是你到當地講也要功課，一來一往。係。最前面跌到後背去。錯。可是你因為其實因為講生意咧唔讀書。我人嘅生意我要請家庭教書，咁我花按多錢咧，我生意要按嚟，當然我都以後我都冇圖教師，夾接數嘛嗬。到裡面慢慢我都發現到講我生意有問題嘅。幾時才能發現生意有問題？唔係講一開始都嗰時也係一個過程，唔係講100萬多都變成安尼，也係一個慢慢的退化過程。但是你這下唔對。唔對，因為我哋冇安尼常識，啲家教就同佢講，生意有問題，係咪要帶去檢查一下安尼？
家下我唔知嘛吼，先生也有发现到我生意有问题，先生家下发现到我生意有问题，唔會講教我講，家唔會用嘅，我行那條路，出冇教我嘢，我都唔知好做一條事安尼，到裡面我切菜我也切個，上我都唔會，我都上我試都錯嘅啦，我都想講，家我試我一生意安樣，容易照顧嘅，係我都一天愛半一生意試，吼家下我都想愛弄農藥脫乾啦。我答嘛幾我媽媽見人家講爸我哋農藥放喺頭內安尼，我爸答從人講限嘅呢安尼，吼佢嘛唔知我做乜嘅安尼，我都真是去限嘅呢拿農藥過去，吼我都種2倍，我都想我成款佢試我能試，因為我喺試佢冇試，加我喺度共我用嘅咯，吼也先有用帶咯，冇人帶啊，所以佢係我農藥冇我脫乾，佢都嫌我醫生講，媽媽安尼，要緊啦，吼嘅小龍都創安尼，安尼我做媽媽人要合到嘅農藥脫乾咯，做唔下，我都做乜嘅農藥，嗱去後背，到我後背睡覺嘅，嘅係人用家吼，用熟嘅呢牛蛙，我第一我哋後背用嘅呢牛蛙要叫嘛吼，我也唔知講，因為嘅2倍農藥殺害死嘅牛蛙啦吼，都係一個牛蛙全部變毒嘅，變毒安尼，到裡面我都經常我講，我試唔得，我冇從電呢樣嘅，做乜生意嚟見打，生意嚟幫我打會死，要見叫。到裡面我生意時，本來打佢唔叫嘅，唔叫我行去後背做下，再行出來，因為嘅人又本來打，看我拖做下行出來，我都看到佢，嗱嘅面書你打木啊，拖警察，即個警察，唔會叫嘅，冇一件得，唔知個痛我嘅心肝都一痛嘅呢，所以我都講家安尼好嘅，我唔會打，因為開始我唔打生意咧。但是我生意路安尼呀，咁我按要行出一條路來幫助我也生意嚟咯。安尼，佢係有冇資源，有冇乜嘅，乜嘅都冇。咁我按要行，吼，到裡面討學教嘅，佢讀到我以前教我小學嘅先生，嘅先生都講，咁係安尼啊，吼，唔按樣做安尼。加班級嘅先生，你見佢腳講愛讀特教班。我先生都佢講唔好，有些人嘅情形看到安好，唔可以俾佢嘅學緊嘅特教班唔好，安尼，因為班上嘅導師排斥，同埋鼓勵嘅也老師是我的導師，咁我要做咯，到裡面我都去申請，因為講我去申請嘅成長手冊，因為我讀國中嘅，咁我都想講。咁我喺國中嘅學區，我都談個家長要講夾學區也好，生意真壞，真有暴力安尼。咁我喺我嘅生意咧，咁嗰條生意咧喺哪幾多嘅？本來生意嚟講，咁也喺多嘅哪喺7萬人，可能我生意會安尼做，但是我生意我唔知啊。聽人講嘅可能如果停頓嚟法律做啦。錯係，佢下都申請嘅成長手冊，我能去。我哋屏東市嘅中正國中，因為佢嘅有特教班，有特教班，人去讀安尼，都安尼讀，但是雖然生意讀嘅讀，但是我做家長嘅人真配合嘅學教嘅，個樣我去從安尼，我都時我要帶生意出去了，要去離散嘛，我哋唔前推廣啊，嘅離散內容叫你清潔人員啊。我都看到佢哋討辦嘅民創啊，因為我哋一個唔曾推行，但是我又看到隔壁嘅間啦，嘅工作人員討真理，我講，咁安尼生嘢嘛討得啦嗬，我都講咁安尼好喎，因為我哋嘅喺各種嘅學校也都用安尼設備，總本身人嘅真理安尼，我都同時人講，咁我哋都往這方面，因為我哋嘅生嘢合法畢業嘅係。高中青少加國中呢，國中一畢業，我哋生意都逃不開，
所以佢係我講吼，甲安尼我來訓練安尼生意咧安尼，一個鐘3年來訓練到一擺冇，佢係冇個鐘嘛吼，過來再來比突個鐘，甲6年來訓練，那個嘅時間啊吼，都可以訓練安尼生意咧。可是你希望講生意咧可以經過訓練以後，我哋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工作，比如講可以幫個整理我哋的床鋪啦吼，無論我哋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清掃的東西。咁從咱哋建議先生，嘅學校先生一定要接觸嘛？要接觸哦，而且佢先生吼，聽安尼講，佢嘛感覺講安尼可以，因為我哋以前咧人哋特殊嘅生意咧，畢業以後都逃不開，都冇嘅，啊都冇一啲進一步嘅安排必定啦，係。冇啊都逃不開，我都又發現講，生意都安尼，當然坐啊逃不開看電視，啊都同時見識得安尼皮。啊，個識得特別係咩磨片擼來，係安尼，我都開始行一條路安尼。咁咱哋聽數這家生意咧開始工作以後，你希望我開始聽數其他有關嘅相同情形嘅家庭咧咯？因為佢係愛做理事長，愛做理事長同朋友講冇共樣，理事長有條是掛名。有條路真是下去做。你掛工嘅啦，唔係掛名嘅掛工嘅。我都下去做。下去啊！吼，我要利用安普條，我去放嘅家庭，因為我哋用會員嘛吼，會員嘅下我做理事長用 A、B、C、D， 吼，我哋咧用分類，我哋咧家長嘅會員都 A， 我要請個 A 出來，A 出來我要看，你要見現見看，吼，有啲我用熟悉嘅，有啲冇熟悉嘅，但是要同嘅工作人員講一家人樣安尼。家長會員你講，你下有安尼嘅生意咧，如家長會員，如 A 啦吼。係如 A， 我都要請，個工作人員如果係講也家庭樣安尼，我都要放也家庭，放也家庭都是啊放到嘅家庭我都講，家我哦，其實很幸運，畢竟咧有個好，唔看見咧愛經濟冇經濟，愛環境冇環境，家我變。好太多嘅安尼，咁我都因為夾經濟冇嘛吼，家庭唔冇嘛吼，我都第一條開始，嘅係做理事長，又乜嘅課，我送人嚟教白人啦，送乜嘅課啦吼，我都拜託一條家長講，咁你送一條課，下擺啊吼，有機會，我哋協會又做安排，如有安尼進數，協會要請人，我哋都可以請，比如生意嚟送借嘅。只要先條送去，送去教送去嚟，送借，佢都用時間。咁我也時間都啲10點開始，算多2點開始。個因為佢是算點鐘嘅，算點鐘都附近點鐘嘅。嗰數你聽數嘅就細一條家庭有啲開始有啲收入啦嚇。但係劉媽媽對照顧這個家庭開始，後來去聽數朋友嘅家庭，休息一下哦，等下為嗰度個精彩嘅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雖然講我哋今沙比有幾多沙比支持那一統，但是有幾多如果有智障嘅家庭，你爸爸媽媽，伊哋還是要表現這個工作，專心去做嗰個生意呢。劉媽媽啊，請問一下吼，近江我哋制度底部有乜個東西可以用嚟聽從我哋一條生意呢？我哋近江吼，政府近江做很多事情，但是政府唔係自己做，佢都編預算。本我哋各地方協會去承辦安尼業務，你協會去承辦安尼業務啦吼。業務啊我哋近江目前有家托員，家托員都講，我生意咧無下拖去工作，我也冇時間好照顧也生意，也生意咧經過社工員去評估列係咧，佢都派本工作人員去見人木卡，伊啲家托員。一啲人可以顧啥嘅生意咧？嗰時我講嗰種係可能我嘅工作冇辦法即係全心照顧嘅生意咧，我哋可以幫我哋生意咧搞本一啲家托員係咪？咁喺度家托員啦吼，而愛訓練冇？哎呦，訓練係要上課，
上课迄个又买实习哦，实习迄个咱有给家托员的证书哦。因为我哋咧生意咧，其實照顧方法同一般嘅生意咧照顧嘅方式係冇共樣啦，因為可能我哋咧障礙嘅程度冇共樣，可是我哋家托員係咪都愛第一條事情啊？要經過一些的訓練。訓練，考試嘛？冇考試，但是去實習，上課迄個。實習。實習唔係同人嘅單位。我去聘人嘅單位，聘人嘅單位要監督佢做是錯啊唔錯嘅，安尼都有呀。咁家托員伊哋本身都係有安尼生意嚟講，還是講唔是？唔是，係普通嘅社會人都可以。嗰時等於像我哋咧保姆訓練一樣，只是講有保姆訓練咧係用照顧我哋咧冇共樣嘅障礙嘅生意咧。咁除了安尼家托員以外，話有配咧支付冇？我們現在很多，我從安尼見家吼，一個安尼小作所、小型作業所，吼，因為領短拖，我臨時我出國，我做乜嘅，吼，我都申請然後派人嚟。臨時伊把生意帶去顧啦，吼，安尼說呢方面家長都可以有啲喘息的機會啦。總當講其實我哋照顧嘅人，其實佢需要休息一下。安尼也有一個復健計劃，也復健計劃都講，也生人嘅情況個好，但是冇必不卡，因為安尼生人頭不卡，叫嘅帶唔出來。從我見家身邊可能有一個生人咧，佢頭不卡叫嘅啊吼，佢出帶唔出來，喺佢做乜嘅佢都唔會，因為啊吼，佢突數突係變入去咧，睇人三無限，都不用佢頭不卡，不用佢頭不卡，佢都一點人頭不卡。佢唔會行出來，行唔出來啊！變成講生意咧行唔出來，家長嘛冇出來，因為生意冇出來，家長出來做咩咯？從我都要帶緊我生意咧出來安尼，所以我感覺也輕重要。咁你用嚟喺度用嚟帶出來咯？後來吼，因為都不是去見人不卡，吼都去拜訪，都去互動，互動啊，吼都小啲去講，家我那嘢做唔出來了好冇？佢都講好，先出了一想，嘿，想嘅查最緊嘅，安尼想出來，我都講，家那嘢我要做咯嚇，我乖啊嚇，我後面都出來哦，因為他對我有信任了，所以我一喊佢都會出來安尼，嘿，媽媽都帶緊出來安尼，從我上禮拜我都帶緊嚟去坐火車，啲屏東坐到高雄，我都會同佢講，我到屏東坐到高雄，我坐14點鐘講。嗰陣時我坐到14點鐘，我講唔咩啦，我啲台東花蓮啊，繞一圈回到台灣一圈，安尼，安尼家長，從安尼家長啊吼，行嘅出來家長，生意都過幸福，吼，都帶出來嘛，叫佢帶佢因來行安尼。家長嘅心態有改變嘅時候，生意嘅成分都改變。錯，我嘛真希望講吼，大家家長都可以安尼做。從我見家我都個煩惱，也呢生意蠻過生意呢，因為我哋從我哋嘅海，我哋福利也好冇乜嘅福利，但是見家福利比我哋嘅海個好誒。啥比資源個多誒？變成講家長啊吼，都一個心態都講，反正叫我安尼生意呢，連社會政府都係負責安尼，佢都冇好幹嘢安尼。所以我要希望講，也呢生意呢，個生意呢家長啊吼，唔好講我從我嘅生意講喺度出數，唔都密本學教嘅唔咩，唔學教嘅教喺嚟唔鼓勵嘛教，吼唔好講反正又見個學校喺嚟6年，咪有一個3年個種要咪一個種3年咁講，我特別同嘅家長講，等到也6年12年出來。我同講幾個壞糖啊，也生人哋帶唔出來，好，所以唔可以教，到個做一邊呀，唔攞想辦法逼出來，唔好頭不卡亂呢，可能是見東西見撕啦皮皮，都見可能是佢都一點互動都沒有，所以都幾害，顯起出來顯唔出來，健康亮紅燈了。雖然我哋呢國家社會資源有安尼系統啦，但是其實照顧生意嘅工作唔單止係國家事情，嘛係家長同先生一定要互相嘅配合。咁像我有啲問題嚟講，我有談過一樣嘅生服員係
是做乜嘅一个工作？生服员的话，辅导他的生活，叫平常啊，平常生活给生活，嘿，我们不止呢，反正到现在有很多元啦，但是有时候我自己本身也会搞不清楚。我知道有生活辅导员，也有一个救辅员，还有一个什么员都很多啦。小解咁讲，譬如讲，咁种今年有一啲家庭有一啲障礙嘅生意啊，即係本身都有，咁我可以講，我自家照顧我生意咧是，我要當然我訓練嘛，好多先嘅就我劉媽媽有講我講嘅，一當然一定要訓練過，好，咁我訓練以後，我可以天數去照顧其他嘅度生意咧。然後創一些手皮嘛，有安尼吃土嘛？有，更加從人哋家托人話咧，有人家托人，係，佢家托人，比如從我家長，我都去上課，都去拿押金時過來，我有一啲生意咧啊，我都可以估我生意咧啊，但是政府都講，一啲人可以估3咩？估到3咩？係估3咩嘛，都我一家一啲嘛，都有萬有量嘅啊。我一日呀，我自家唔是花錢嘛，咁嘅量咧，我可以有收入嘛，至少都唔是表係工作一種嘅估自家生意。更加有安尼，所以更加家長啊，努力就一定有。可是從安尼資訊嘅話，喺那邊可以拿到啊？縣政府社會處沙批區冇沙批處，有安尼嘅資訊可以拿到。有可以拿到，唔單止講，我今年可能我自己本身有工作，我生意咧冇辦法顧，我可以請朋友顧，請一啲有專業嘅人來顧。我都講，我自己本身可能有啲生意咧，咁都我哋去訓練，好我變成幾多有專業嘅人，唔單止天數照顧我自己生意咧，我還可以天數至少量嘅，加自己生意3嘅嘛，多少都有收入，做一啲補助樣嘅，唔好講都變成邊度照顧生意咧，嘛嗰度不用喺度生活嘛過唔冇，因為冇工作。咁從安尼尺度，你這個行過以來，你有感覺到講有乜個東西係因為講我話在改進，我都講對於未來你這個有想講樣嘅做，沙地用樣嘅國家用樣嘅尺度對你來講，可能對佢哋生意來講，我都對佢哋生意嘅家庭來講係一個太協助嘅咯。我做到更加我本身啦我是個希望因為我發現到很多生意咧畢業嘛佢嘅功能又好，功能又好頭不卡，因為嘅功能好的孩子，我提送安尼蔬菜心中親無菜，我都想講政府想安尼嘅民間企業家，有可能講開放出來，伊咧工作本安尼生意嚟做嘛，但是最重要係要同家長講啦迄生意很有安尼機會，家長都配合。唔係講見本人也生意，一杯多一杯唔咩，安尼生意咧，買唔買，我哋家長最清楚，唔好騙唔到騙人啦，安尼我哋家長很有天數，我哋生意都有機會，好擺記錄起嚟，自家都自力更生，而且我哋身心障礙生意咧喺上班15年，都有退休金，安尼係咪對佢合擺？退休嘅時間，你嘛可以自家休自家，嗰基本嘅生活可以自家過。所以我都更加也6對客家文化園區給我這個機會，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的，一直在幫這些孩子。從頭到講，希望講喺度生意咧，喺邊唔管喺學校畢業以後，經過訓練，或者咧沙批行嘅企業可以接觸嗰度生意咧，比一些工作嘅機會，可能做一個基本咧，個簡單嘅工作。咁我哋更加唔係規定講，一啲公司佢就有5個人嘅話，係咪？還是講20蚊都要搶一啲有身障、冇路一啲殘障嘅生意咧？從安尼制度，你比講，係咪可以再講不用過看一些，比如講10蚊人，一定要批啲有安尼生意咧？更加不管政府也算企業啦從更加安尼做我發現到嘛係我哋家長我拼命，要努力，我努力，係係冇政府開放安尼出來我哋家長係唔配合我哋生意咧等於零。我真歡喜講6隊也客委會6隊客家文化園區也佢用安尼方式都講佢搶安尼5個生意咧，但是佢當時又要求講
我5个生日的工作機會本，但是對我來講，對今年客委會來講，今年咧希望都講，我用一個太陽來帶人嚟，帶人嚟生日咧，我都開放一5個生日咧，美本嚟去做安尼。我都感覺講，從人哋生日咧，我出去攞杯做事啊吼，從之前又講嘛吼，我喺喺咩頭有學工作過，因為嘅是無太陽去帶嘅，哦，唔從我生日，如唔看我一下，我看一下，吼啊，如地嘛吼，曉生嘅，唔再對幾看一下，如上馬嘅嘛吼，啊馬如上大嘅嘛吼，啊我哋生日會大洋人嘛，我哋生日嘅功力大唔洋人，所以嘅喺我哋生日嘛要輸送過來安尼。啊，所以安尼比方來行，我都感覺樂隊啊安尼做法啦吼，我都感覺講真好，對安尼生日好，吼啊從今年開始，樂隊啊都用變嘢，工作人員咧薪水以前是冇變，啊更加用變咧，我又感覺安尼做方來太現實，又安尼請放心也生日咧，迄個工作，生日又有薪水，又有勞健保，又有勞退，乜幾多樣。好感覺，我有感覺真好安尼。環境改好，尺度嘛改好。嘿，我有感覺迄用安尼尺度啊，我有感覺真好，對我哋生日來講真好安尼。單靠國家嘅沙飛資源等於同係唔拉敗嘅，其實我希望我哋沙飛上面我哋同電視機前面嘅人，向我去關心我哋嘅生意呢，比得都一起關心，一定揾那個比朋友如果開心。今日我哋感謝我哋嘅劉媽媽來到我哋現場。謝謝主持人，也多謝我哋觀眾朋友哈。啊，我劉媽媽以前有做過啲戇事情，啊，我也希望講一條家長唔好行安尼戇做戇動作安尼啦吼。啊，下擺講家長有乜嘅問題，其實嘛可以上安尼各縣市嘅給安尼社會處的一些網站，你們可以去查詢。也許有更多資源可以協助你們，謝謝大家，謝謝。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看下來運動。大家好，我係楊欣，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毛巾操，你毛巾準備好未冇？嘿，我同放起來，同下做運動嘅哦。記得大人、細人還有老人家仲適合嘅運動哦。毛巾操簡單又有效果哦。好，來我們來準備來腳打開來，好豎牙高，作為嚟側彎腰，我左邊彎腰的動作。好，1、2、3、4、5、6、7、8、9、10。好，我們來彎右邊，1、2、3、4、5、6、7、8、9、10。好，用下來，更加我們來做一個大旋轉，來畫太陽拳呢，我也會來畫太陽拳呢。從我前面慢慢地繞一圈，畫到後背，再畫過來。好，準備哦，來右邊畫和左邊畫。好，來準備好，1，好慢慢地，好彎片，彎我走數片。再一次哦，你慢慢地走路好誒，走慢哦。好，來畫片，換片的哦。好，來慢慢地過來。好，來呼吸之前先上教的哦，還記得冇？前面點，好，前面點係第哪點啊？好，左邊點，右邊點，左邊點係右邊點。好，點喺啲呢？好，啲後背還記得愛腳愛伸出來，哈，後背呼吸，
好，准备好了吗？第前面开始哦。好，准备你生下来1、2、3、4、5、6、7、8、9、10，照片来1、2、3、4、5、6、7、8、9、10，後背來1、2、3、4、5、6、7、8、9、10。好，有剛剛的身體有看眼睛的冇？有開始流汗了哦，好，俺們來複習。好，頭到前面，左邊、右邊、後背，還有我做乜呀？抬膝，還記得冇？好，俺們呢腳趾頭壓好來，抬膝步。好，左邊壓下，右邊壓下來。好，我左踢，好，右踢，好，我左邊踢出去，右邊踢出去。好，踢下來，第二踢，後背後腳，好，後背腳放來。後背腳放來，好，俺們來連續動作哦。好，準備哦。好，一樣，俺們先試下，等下俺們來慢慢的再練試下哈。好，南步哦。好，抬膝步，準備1、2、3、4、5、6、7、8、9、10。好，左邊踢。右邊踢，準備開始來，1、2，加油哦，3、4、5、6、7、8、9、10。好，做回來，第哪呀？後背後勾腳，哈，來後勾腳，準備好，1、2、3、4，鼓下去，5、6、7、8、9、10。好，還記得了嗎？好，記得了哈。還能啲前點做右點到後點，好，從踢的動作，好，慢慢的做，好，再做踢最尾的哦，哈。準備前點來，1、2、3、4，更加做意思下哦，5、6、7、8，加油，9、10、11、12、13、14、15、16、17，加油哦，18、19，左邊哦，左邊，右邊點，3、4、5、6、7、8、9、10，加油！最尾11、12、13、14、15，流汗了冇？17、18、19，後背哦，20，後背來，2、3、4，腳順勢咯，5、6、7、8，你是好，9、10、11、12、13，數下順勢，14、15、16、17、18、19，再來喲，20，抬腳哦，抬膝，2、3、4、5、6，腳趾頭壓好來哦，8、9、10，側踢，1，加油，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19，加油！20后高脚，1、2、3、4、5、6、7、8、9、10、11、12、13、14、最尾16、17、18、19、20，好，来休息一下，能做到了呢，做到了呢，来吸气，好，要喘哈，吐气，加油，吸气，好，来做一个缓和运动哈，吸气，好，吐气，好，最尾吸气，好，吐气，好，吐呢，毛巾不用赶紧放，好，手打开来。好，不用你的右撇，好，你另外一只手啊，做右手来扣住你，好，手掌一片，好，来扣住，一片会绑到，嘿，我个软咯，哈，1、2、3、4、5、6、7、8，好，更加稳片的哦，稳的右手，好，不用的左片，好。你的左手好扣着你的好那个手肘，1、2、3、4、5、6、7、8、9、10，好，不用松，好，更加来做一个弓箭步，好，左边呢弓箭步哦，好来。压下来哦，哈，你后背轻量啊，伸出咯，一样哦，弓箭步哦。好，准备哦，1、2、3、4，加油，5、6、7、8、9、10，好，后勾脚，好，按你嘅背拢爱伸出来，冇扑背哦，1、2，做一个停留，3、4、5、6、7、8、9、10，好，慢慢回中间，好，来弯片的哦，好，我右脚拿出去，好，右脚弓箭步，好，1、2，可以放在下去3、4、5、6、7、8、9、10，很好，后勾脚，1、2、3、4，加油哦，做唔到唔怕，6、7、8、9、10，好，开中间，好，慢慢的再过来，好，来吸气，好，吐气，最尾吸气。吐气，好，有刚刚哦，慢慢的吞，老师按你欣赏的，慢慢的练习，相信下摆，好，如果停得到哦，慢慢的停，总有一天哈，总有一天啊，能够停上来哦，哈，好，为了你的身体，为了你的健康，好，你听来做运动哦，好，好好运动，下次能来了哦，拜拜。